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色就是讲形形色色，凡所有上形形色色。这个色就是讲，咱目睭会当去看，会当去对的物件。这电脑，这是厝，这是电脑，这是一切物件。你目睭看到，这是人，哦，这是分，这是钱，这种会当对的物件。安尼叫做哪？这个叫诸法相，诸法相，诸很多的意思。啊，诸法相一般定来讲，它设定在表象，表象是表象的物件。其实，哦，这个诸法相的内底当中，因为包括了咱呢色声，声是会当对会当看。我先讲，有声音无？有啦吼，你有听到无？有对，啊有看到无？啊，你有看到相无？有啊。相就是色相嘛，色声嘛，香就是会当对，啊袂当看。香味会当看袂？香味看袂着，但是香味会当对袂？用鼻咧看着足香哦，即个榴莲足香会足臭，当然足香你才要食吼。啊，你闻着你对着榴莲了后，你会感觉哦足香，啊为了闻着上尾老香变臭，对啦吼。啊，所以对着的物件是足香，但是你无当看。哦，色声香，香色声香味，味是会当啊，会当对嘛，会当看。你食得到就哦，这味会歹吼。啊，你看到迄个味有无？迄个味无入脑，你看味触，啊触嘛是会当对会当看。什么叫触？触袂讲触嘛，你会看咧，哦，要看死。但是迄个看有看到无？迄个两方面。迄个冷，迄个寒，你有看到无？迄会当对，触着感触着，啊袂当看。哦，色声香味触啊来，法对不对？法袂当对，佫袂当看。迄法袂当对，袂当看哦，啥袂当对，袂当看？你的起法叫做心法，心的起心动念，甲起心动念，你的心妄心甲大妄想，你有看到无？你看到所有人在笑，你一定讲，这种人唔在笑哪嘞？笑我欢喜，这种人在笑。你看到迄个所有人在哭，讲这所有人在笑哪嘛？想到伤心了。伊咧笑，伊唔得来哭，伊唔得来笑，但是伊咧哭，伊咧你是看伊表象，伊咧哭咧笑，但是你有看伊的心，哦，有看到无？有对到无？无对的，因为伊个是这个法，法就是这个心离心的内底当中迄个意念，迄个心意念。啊，这个讲叫做哪？色声香味触，啊，这个叫六谛。啊，六谛上啊，伊不当时来个解释，叫做诸法相。这种解释是诸法相内底。啊，一切无有之，这个一切诸法相的物件，拢叫做因缘而起，拢叫做因缘而起啦。哦。但是嘛，因缘而灭，比如讲，这个物件，相因缘而起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物件歹咧，当然嘛，因缘而灭。这间厝嘛，因缘而起，啊嘛，因缘而灭，对不对？好，用这个来做比喻啦。声因缘而起，我听着，哦，我爱听，好，哦，安尼嘛是迄个时阵，但是有一个我都听着，我出来听。啊嘛是因为迄个因缘而起，所爱听；啊嘛有一个是因缘而灭，我爱听物件。迄种叫做成灭的物件。那成灭的物件，咱当时什么人？迄个做说山同志就讲，成灭灭意，啊成灭不了，非常来讲是叫做诸法无常是成灭法，而诸法的内底当中叫做无常，叫做变化。咱拄则咧讲的，一切法叫做诸法，安尼听有啦吼。有够什么因素你才会捌？有人讲叫诸法，有人讲叫一切法，嘛讲叫万法。但是其实拢通讲一个物件，吼。但是诸法无常，就讲这个一切无有之这个诸法内底当中，这是拢叫做变化无常，成灭。咱这个话题有成无？咱这个话题敢会变？但你的自身有成灭无？无嘛，所以金刚经的29分，哦，或者迄个什么
去经啦吼，伊家佛得咧问师婆的，师婆的欲有灵言，如来欲来欲去，欲做欲恶，是人不该国法所定。如来者无有来的，无有去是故的名如来，有无？你讲如来，有人讲如来有做有恶，有来有去，是人不该我所说的。这个人认真我讲如来的道理，其实讲到如来，伊是无来甲无去，无来甲无有来去的物件，无有做恶物件。因为这个人对我如来的定义无了解，这个如来毋是我这个释迦如来，毋是我这个名相，这个我这个如来。迄个如来就咧指咱自性中迄个如来的物件，安尼来用，一言一心，一言一物。透一来去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咱拄则要讲的就是讲，因为这自我相的物件，无论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拢叫做因缘而起，拢叫做因缘而起啦。但是这个时阵，嘛拢同样是一个因缘而灭，毋让人一切无有真，本意见无真。你毋通把这物件当作是真的啊！你毋通把这物件当作是真的啊！我先来假，当你先来假，你讲真的嘛？真的讲假，对不对？是安那讲，因缘来就是真的，因缘去假嘛，我这唔得搞嘞，你也不要去。因缘嘛，所以咱那个因缘而生，因缘而变嘛。所以咱诸法无常是生灭观嘛，诸法无常是生灭法嘛，有生有灭，有生有灭嘛。叫生灭法，但是第三部分在讲生灭灭意，生灭灭意，这个灭意的意思讲，起于生灭，始于生灭。今日咱就无起于生灭，咱无同这个为乐，咱无同这个为乐啦。现在那个寂灭为乐，我想个比喻啦。今日咱来看，开无去，好，作所有的。安尼叫做灭，若困无去呢，叫做生啦一暝叫做醒咧，大大醒咧，困咧，醒咧困咧，大醒几暝困几暝，安尼你困有袂无？伊个生灭啦，安尼讲听我意思。我若甲你讲，一个简单来讲，当年早几点瞓？你讲我10点，你早10点，你要以为你讲7点的啦，你还没进入到体内啊。我若讲当年你早下你点起，讲我6点就爬起来，望你一定6点以前，你一定6点，你早6点你出了体内，迄个体内即笔是你上照，灭你上边，你即笔的内底当中，叫做如不动如如。你嘛无去做梦，你嘛无咧困袂去咧，你一年到天空咧，拢无精神咧。你看到有所有无？毋是巧伊啦，毋是巧伊啦，是讲起来，迄因为讲出来如如不动如如咧，你也那种我昨日困一醒哦，是啊，告所有无，精神够巴掌，迄个是奇妙。咱有法度，我咧讲这个物件是做比喻啦，你莫讲病的很多我病了就麻烦。你今日知，迄叫做理解。你知你是知影，但是迄个知影是识知，识比识个识，你要有分辨。你要遇到即个为乐，你遇到即个为乐，其灭叫做如如不动如如，如如的灭主性中来的当中，因为伊无情，伊无看惯了，如如不动，不动如如。因为我去听着咱咧卖肉粽，我去听着咱咧卖碗粿，我徛咧便所，真是走咧过来的，无因为安尼你进入到如如这种意境咱今日你世间，若真正达到这个为乐，我跟你讲呢，我跟你讲你做法，我走，有快乐无？有快乐无？若你爱你咧选选毋对，爱毋对。迄拢无计划啦，反正安尼
若是细细即句咧讲安怎呢？讲无好生嘛呐，无好生嘛好死啦吼。哦，啊若有法度好死，迄当是真有福报咧。啊，无听着讲死着，你惊死咧？啊，若歹死了，啊，咱较早咱人讲啊，惊你若歹死，有啊，咱咩人无？啊，若爱要好死，啊，若爱要好死，惊死，这是无惊死个。所以咱今日囡仔吼，学道理，就是要先啊，可能，学无好死啊吼，啊，毋歹代志咯啊，你莫讲听着死就歹代志啊，后尾我毋敢来听我咧讲课吼，所以不意见有真。你毋通以着你看这叫真诶，即句就咱理解说，一切无有真，你看到不有见是你看到诶物件，迄是你家己设计甲设计，迄毋真。但是伊第二句咱来讲，若见有真者，是见非是真。你若看到有真者，是见非是真，你看到诶物件。你看着你面讲迄个真，事件真为真，真为真，完全毋是真正诶物件。重点是对，若人自有真，物件是真，重点是有诶。若见若人自有真，吼，物件是真。因为咱人即个物件。所以即句话讲，若见有真者，你若看到，当作是真诶，是伊甲你讲哦，你是看到是非真，毋是真正诶物件。我拄则讲诶，诸法上诶物件，实相拢是相啊，即个物件是咧会妄想产生出来执着，迄毋是实有诶物件。妄想产生出来执着，你这是。若见有真，你看到这个物件是你家己妄想执着的执着，所以佛就讲，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若能远离妄想执着，无所必自然，一切就证现现。毋过呢，咱以这个妄想执着看到咧，来当做是真的。哦，所以若能自有真，理解即成真。若人自有真，你若讲要知影即个自有一个真呢，你即个假离去咧，即个假离去，即个假伫心的内底当中，即个叫做真。比见，另外去讲比见，就比，即无原本。比见、估见、书这个盘，列盘的名，可以吗？即句里面应该来讲，比见，你个人是比了，即句叫做真，但是你入一个名，啊那即句就是哪？比见即是无名原本，入即个底咧，即个底叫做名，名相，你本来。你有一个真正的自性，即个内底，你今日你若无一个自性，伫即个内底，即叫做如不动，何其自性，不如无相，如不动。你有即个物件伫内底，你若无即个物件内底，必无差头。但是你有一个知见，即个知叫做如是知，如是见的物件，即叫自性之知，自性之见，叫做知。你是毋是坐而且？坐而且啦吼，若毋是有一个即个知见的物件，你甲你操作，你即个马车，你即个马，你我有一个马车。毋过呢，咱国语即句话入的，即个叫做执，哦执，
你执着这个知，那安尼当中这个造成的，这个冥想，对咱主讲讲色声香味触，这个六根造出来。所以这个是无明的根本，无明本就是讲，你无明的根本就是你家己去执着着一个自然内底。好，我这做简单的比喻，你本来是一种清净的本相，你本来就困得起啊，但是你结合对一个爱困了来讲，啊，是咧到点呐？我变会是咧到点嘛先变出来。但你有迄个功夫，怎啊困落去好，毋免来爱困了。你有迄个功夫，但咱这个身体甲即嘛来，困眠了，我们叫做发病对不对？好，啊，这身体叫发，啊，身体就要少着啦，少着药啊来食，但是药啊食会愈好愈歹。当然，药食愈食愈歹嘛。你本来有一个如不同的本性，但是你今仔日这个知，入这个知本来这个叫做智慧，这个叫智慧。入这个知就变成知识，入这个知就变成知识。这个知识看起来就叫做聪明。聪明就是不能低调，这个叫做众生的低调，众生的低调，这个地位不能低调。咱看我啦吼，本来唔免得到家己这个家婆，这个执着着这个知，那安尼本来就是你用自智慧落来，咱修就修袂讲嘞。修来讲就是你智慧的用处，但是你修到伤聪明，我用知识的聪明，我用知识的用处。啊，那安尼聪明，知识叫做鬼，识鬼嘛。啊，那安尼妄神，智慧你修的妄，你毋是真正妄，你代替用，你毋是真正妄，你无甲人比法，无甲人比法，你是不能比较。唔可能，咱女性，我迄个女性，我咧讲的是呢，靠如来气势。我讲到这个解，我讲到这个解，小不才用这个解定位，谁人爱用这个名啊？不得谁用这个名啊？升学界定位嘛，不得用升学界定位嘛，解定位嘛，哦，升学界定位嘛，好。这个物件就是什么？红梅子咯。这个物件就是规矩，规矩，是安那？因为咱人已经无规矩去啊，咱人已经伤执着，你这个知伤自作聪明啊！你今日爱照着这个规矩，爱照规矩，唔过呢？想到愈修聪明，有智慧，所以我平常常讲，问题毋是出于心道心，问题出于道心，嘛有定些问题出于点样事，嘛有点问题出于较更完结过，像啊，因这修的知见，因这知见愈高，啊，是是点样事？这块都不是我的，你听无？你知了我要安怎来安怎？所以今日是安怎这个规矩，人点话你甲你规定的规矩，我能接受啊。无效我的意思，我能接受啊。有，那安尼当中，你甲看这个是修行的本质。无明根本开始，无明就是唔听话嘛，无明就唔听话嘛，你怎么听话？但是我的意见，咁是这个物件，伊就讲啦，伊甲你讲啊。真见为是真啊，用名自有真，离假即是真。凡所有相拢是假，这个物件是必定是假，凡所有相拢是假的物件。迄是一个名相，迄是一个因缘而生、因缘而起的物件。哦，你有法度缘起成空无？
你我讲言气清净无量无，你我讲打迄个讲，因缘的物件拢是假的物件，但是咱因缘的物件，咱执比这缘的物件，这是我，对不对？好，咱就好者上界比较熟的趣味啦，上界比较熟的啦，哦，世界的上界比较熟的啦，我肯定这太太我的，阮太太要有结婚咧。结婚的一情就是我的，对不对？伊甲男朋友安怎做安怎离啊行，你会身心动念的，你会安怎去讲安怎的？搞不好你看一个看见无？伊已经和你订婚了，结婚了后，你看到你太太搁和一个人伫遐咧讲话，查甫落，你就想水去后，你想水去后，阮太太。对我唔到情中，对我唔到思中，就开始咧探听这个查甫是啥物人。哦，对太太开始生怀疑心啊。但恁知影哦，你共这个人也未跟你结婚以前，伊也未熟悉以前，伊安怎甲人讲拢无问题啊。但是和我已经要谈结婚也好，甚至结婚也好，安尼和另外一个人讲，咱就完全是380度转变哦，迄叫是啥物件？你的心都完全，迄叫只有即我，即我，使我，刚起来呢，我太，我的啦，那是你的，哦，这是因缘理性，大家做怪看因缘理性，那是你的太太。啊，因为你个老的，你若你个他你个老爸我走好啊，唔世间的人，你这个缘，你这个缘呢，这当中呢，你遵从，你精进，你这缘呢，这个精进，讲起来呢，缘，拢是缘的这个精进，但是你嘛知，这个缘拢是因缘是因缘，你个物件唔是实有的物件。唔过咱拢而且唔是实有的物件的性质，我可能哦，迄囡仔，小孩子大家抢玩具，抢到那女婴儿学院，当时按照爸爸妈妈来，拢找到的，按上面，个人找到的，什么人呢？伊人都无用嘛，抓兵就好啊嘛，你争玩具抓兵就好啊嘛，所以呢，人生到这个世界里面。所以，凡所一切诸相拢是玩具，拢是咱思想上的玩具。唔过呢，你包括你的黄金，包括你的财产，包括你一切物件，你爱物件，拢是你的玩具。无做啥物啥得分。那安尼呢？你的王永平过来签约，好，中华过来签约，世界的人过来签约作者。你若看伊对一个人走偌济长，你讲讲，啊那安尼毋是拢伊个玩具嘛？我万米人吼已经几千个、几百个啦，好刚才我迄村子都无，我老说这我嘛艰苦啦吼，啊我都无这些我再讲无这些话，我老这些我就讲这些话，开玩笑，啊都事实是安尼，好，所以呢，你讲，老愈济来。接愈济人，愈痛苦。王永庆，毋知过啥货，我毋知影啦。听毋知影在过。当时中央我毋知过啥货，我嘛毋知影。我想出来，你有定性，有定性，你想当时，迄个囡仔，迄个陈芳是迄个陈查某。好，迄当时个当中。你也无法当，吼，这个是考验，嘛是竞争上啊，嘛是了不袂好势啊。所以这个玩具人毋则争来争去，但是到了有一天转去了后，无做上早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咱就是了解讲，离家即是真，离家即心真。你会当离这个假，你为了你的吼，迄个新的物件，就是讲。你离低见，离底是无明鬼，低见无见，离这个低见呢，这个当中无见，毋是完全拢无的意思哦。这个低
地点，就是拄则讲第一个地点叫做好个地点。这个点，第二个地，是中心个地啊，迄个立一个物件咧。这个立，这个叫做缘，因缘的因缘的生命，因缘的生命，然后生命出来，那安尼是无缘。第一个无缘，数据了关键叫做解法。无缘，毋是无法意思哦。这个无缘，就是讲，是不见一定好解，啊闻而不闻，那无法解。我有发觉，但是我无执着。我想讲啊，我想讲着，过去一个师傅啊，叫一个小三妹啊，去迄落个溪边咧换水啊，是毋是安尼？但是迄个师傅叫迄三妹换水，但是迄三妹出来讲来讲去，哇！我听一个女孩子一丝不挂，你啊，你写什么？迄小三妹就拍来，我来看，伊就说毋知看水过来咧，好奇嘛。事实上，我记这小三妹是叫水流面，啊无听有。叫一个医生遐去，叫伊去看，医生遐去了后，看着是小三妹拍伊啊，是看对伊个时阵啊，迄了个其中咧一个从业医师不挂，我冇学习不清，这袂使看，袂使看这啥米在咧。非常希望看一遍，看一遍我怎看？我嘛当时袂使看，我那无得啊，所以我大声遐去，第一个上个卡点ไว้ด้วยกันเนาะ但是是有帮助，建议不给。